1984年5月18日，高雄贵港隧道正式通车。高雄港过港隧道起点在前针端渔港南支路，穿越高雄港主航道水下25公尺，终点衔接对岸旗津中心端的道路。 贵港隧道通车典礼由当时台湾省主席李登辉主持，一颁奖予对这项工程有重大贡献的人员。我们全国的工程方面的技术，各方面的一种这个合作，大家的这个是努力的一个成果。 1994年5月18日，高雄部举办第一届金星奖 KTV 大赛，许冠斌改变平常时严肃保守的形象，伫台顶演唱哪首的歌曲，展现歌艺。当时参谋总长刘浩谦嘛亲自来到现场参与活动，所有来参加的官兵拢度过一个欢喜快乐的歌唱之夜。